好，迄个季风就是个风啊，随着那个季节的不同，会有不同的风向。它是安怎安尼？咱来看一下。这是大陆啊，在台湾，当然叫是海。咱伫咧寒天的时阵，冬天，这是陆地，这是海，你话二滚比热的问题。伫冬天的时阵，对一边温度较低，哪一边？那个 temperature low， 是不是？大陆温度低，密度大，所以压力会怎么样？压力是空气的重量来的嘛，所以会大，所以这里面就会形成什么 ？HIL，H 对不对？高压哈。来，咱顶一个讲过，迄个 high pressure 高压一细方向，伊对一个方向？北半球。我定位问恁迄个马桶，恁敢有去观察？无吼，无对了，因为灯伊个袂入去啦，正常诶，国中学生通常也有一些少年痴呆、失忆症，老师交代什么都忘记了，我女儿也是这样。这是我女儿国2啊，我礼拜天晚上打电话跟她说，要喂猫要喂猫因为我在高雄你回去要喂猫忘了。那个猫打电话给我说它肚子饿，我这个打电话交代你还忘记。他帮你住哪里啊？来，我住台南来，顺时针对吧？顺时针对吧？结果你讲的这个问题，我10几年前我都跟同学讲，很简单。咱的低气压是什么转？我们北半球低气压怎么转？逆时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那个筛子水跟气流一样它下去它就是因为地球自转，逆时针旋转这个我知道，我看点公式给节目留言追，他就真的做实验，他做实验他还真的，我都跟学生讲说。你今天如果到南半球去，因为南半球的低气压是顺时针转，所以它的流向就会相反。我都这样跟人家讲结果我看完那节目我吓一跳，他真的到南半球做实验，而且他实验不是真用手去拔筛子你怎样实验有一种 control 的变音，控制变音，但操纵变音以外的控制变音，你都要控制好，你手去拉是不是会扰动那个水？所以它实验是很严谨它是设计一个圆筒，里面装水，然后下面一根管子出来，然后有一个开关。我这样开了，我根本手不用伸进去拔筛子，结果恐怖的代志发生你知道实验结果是什么？顺跟逆都有。我看这我被你想的我讲还要把学生讲对那个成大的教授出来讲，为什么他可是你台风不会正逆都有为什么它不受地球自转的影响？因为它的距离太短了，那个起点的距离太短，台风一跑都是几百公里的，对不对？它才会受到地球自转，所以这个影响是什么？就是初始的围绕重就造成决定它顺或逆。所以那一集留言追之后，我才知道说，原来我之前都讲错。所以咱实验没让你跳下来这一侧，
也想当然的。就像我来讲啊，有一个我做一个实验，理化的实验，恁理化营高二小有做这个实验，你装水，然后里面一根蜡烛，然后外面用一个烧杯盖着，然后蜡烛在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形？水面会上升，对不对？因为蜡烛燃烧会用掉空气中的什么氧气，然后它火焰是不是会越来越小？然后你如果不理它，就熄掉了嘛，因为什么？氧气用完了。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那伊拄啊火焰越来越小的时阵，你把这个烧杯改开离水面，会发生什么代志？火焰重新燃烧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来讲，我在真的做这个实验的时候，我在头脑做这个实验的时候，想当然了嘛，你氧气没了，我打开空气进去了，这个蜡烛重新燃烧，又有氧气了嘛，理所当然嘛。结果我真正做这个实验时，我吓一跳，然后我把烧杯夹起来，这个火焰安怎？瞬间熄灭。有风。对，你讲没有对？因为安怎？你内底压力低，外口压力大，因为空气怎样冲入去？哇！冲出来！哦！真的很大声哎！哦！第五次了。搁帮我做音效。冲出来！所以我们不要在头脑里面做想办法的实验。荷兰再来攻下。一顺时针对吧？顺时针是嘛呢？所以咱台湾遮，因迄个这是啥 ？winter 对无？吹啥物风？啥物风向啊 ？wind direct 啦。北风。糊了。胡牌了啦，放炮了，北风换装，对，东北，east north， 好，所以咱北部的冬天，咱规台湾冬天吹迄个东北季风，造成咱北部遮是迎风面，咱顶下讲过，迎风面会有雨。所以咱的寒天北部拢会落雨，所以我以前伫台北读册时，我做讨厌台北的冬天，因为落规工的啦，乱规工，爱雨做细顺，落袂，因为冬天搁寒，你若冬天吼，你搁落雨，跟没下雨比起来，你的体感温度至少降10度，真的很冷。结果咱冬天南部遮拢无落雨，因为迄个盘山过岭到遮，空气拢大去，迄内底水分拢落了啊，水汽拢落了啊，所以咱南部遮寒天，最近个欠水啊，水库要大去啊，要叫人爱节约用水，是不是？正寒天嘛，来热天会安怎？来，咱来看热天。热天这个陆地甲海洋做一个温度学，海嘛，因为倒变过来嘛，比热小的就越容易升高，越容易降低嘛，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变成什么？它又加热容易了，所以它温度高。这阵就倒变过来，大陆加气压变安怎？低气压，加低气压，海洋的啥？高压，所以海洋的高压一样顺时针旋转的结果，我们夏天的风向是往哪边？东北季风。顶是北啊啦。你花那边呢？现在是夏天了啦，一样顺时针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夏天即便上面西南或东南都会有可能。
反正就是南风。所以夏天我们南部变成迎风面，所以我们夏天的南部就会下雨，因为季风，包括一些午后雷阵雨都是这样来的。问题是我们夏天是不是有台风？春末夏初有梅雨，所以我们这些雨量就叠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南部会呈现雨量比较不平均。我们的季风又下在夏天，然后台风梅雨又大多在夏天，所以我们的冬天才会这么缺水。啊，这都因为季风。来，我顺续为这个图讲后一节要讲的气团 ，air mass， 气团。Airways， air mass， 好 ，MASS， 那个气团的一大团空气，在一个广大的区域，它上空会形成一大团性质类似的空气，哪些性质 ？temperature， 温度，humid， 湿度，这两个是最重要的。冷还热，干还湿，啊，冷还热或干还湿，所以在连大陆内部冬天的时候，我们都听到大陆冷气团。大陆冷气团的特色是啥？有大陆，滑嘛哈，啊然后呢，既然内陆就是什么，那个 humid 怎样？啊？干还是干燥的嘛？来，接着冬天夏天的时候就是太平洋暖气团，烟点是怎样？温度怎样？那个南风小的热。然后水分高。来一个很重要的哦，冷气团跟暖气团分别是高压还是低压？你卖以为讲一冷一热当然一高一低啊，那谁高谁低？错了，这两个图都告诉你，冷气团跟暖气团都是高压中心。冷气团跟暖气团都是高压中心，记得这件事。来，这是气团，刷来封面，气团跟气团相遇，两个性质不同的气团相拄会到，载入相逢，就开始车拼对无？就开始车拼。送赢，你啊，这两个冷气团暖气团，在车拼，啥物也袂赢，无一定啊。咱有讲有时青光，有时月光，对无？摇摆无落票的久，就是迄华语的成语安怎讲？就是有时候你厉害，有时我厉害。熊熊忘记华语怎么讲，这一句怎么讲？来讲，有时星星亮，有时候月亮亮，所以你不要太嚣张。就太阳最亮。有现在你很厉害，之后你可能就北漂掰啊。太阳最亮。太阳不准参赛。来，看这边如果是冬天，谁比较厉害？冷气团、暖气团比较厉害，废话嘛。冬天当然是冷气团比较摇摆嘛。所以冬天的时候，冷气团的威力大，冷气团就会把那两个歌就会比拼内力的，冷气团就会推向那个赢嘛，那所以他们那个对抗的地方，他就会往暖气团的地方推嘛，搁较上回嘛。这个交界面有叫封面，
交界面就叫封面，啊冷气团啊离开甲杀过，这封面就叫做冷风。啊，但是来我问你一下，这对一个较大，对一个较大，冷气团、暖气团向较大，谁密度大？冷气团嘛，你的空气密度大，所以这个冷气团比较重，重的东西会在哪边？上面。下面嘛，所以它的交界面不是整齐的哦，它在底下会怎么样？哪像安尼甲凸起来安尼，冷气团哪像暖气团安尼，安尼甲暖气团安尼凸起来，啊，这个所在就是封面，地面的交界面就是封面，然后呢，它符号是这样子，尖尖的，然后指向封面前进的方向。好，它被抬起来之后，这边会发生什么事？形成云嘛 ，cloud 嘛，啊有 cloud 就会有什么 Snow。啊？哎，咱家不爱管啊 ，snow or rain 嘛，哈，落雨嘛。Sunshine。来，冷暖气团拢高压着，都是顺时针旋，所以封面过境会发生啥物代志？冷风过境会发生啥物代志？伊本身安尼方向安尼，啊冷风的方向是安尼，拢是顺时针，所以这个封面进行伊是这个方向，风向是安尼，了后变安尼，所以也发生冷风过境。会发生风向改变，啊，有封面对流旺盛，所以呢，风速增强。然后呢，本来暖气团变成冷气团，因为过境的时候，就冷气团就过来了，啊。懂啊？我那你也。我已经做好了。冷气团就变暖气团，温度会怎么样？温度下降。还有一个会下雨，对不对？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从这个图告诉我，封面先来还是雨先来？这是封面，雨下在这边，所以封面先到还是雨先到？封面先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借冷风，叫做风后降雨。来，再来换暖风。暖风里，暖气团推力比较强。夏天的时候，啊，接近夏天了，快要如果真的到夏天，就完全没有冷气团。进入夏天的时候，冷气团威力开始下降，还没有消失。暖气团这时候威力略大于它，这时候呢就会把它推。来，借冷风另外风，刚刚是冷气团产暖气团，现在换成暖气团产冷气团，会不会这样？当然不会啊，暖气团永远比较轻嘛。那让它推过去会发生什么情形？伊不是缠起来哦，也轻哦，所以杀过那种
它爬到它身上，把它这样整个推过去，它在它的上方把它推过去哦，所以它们交界面会变成这样。一样，这边就开始形成底，然后下来，封面在这边，圆形的，记得那个尖的跟圆的方向都是朝着它前进的方向。伊是安尼撒过哦，吼，伊是安尼撒过，所以，搞到这是冷风吼，咱暖风，风向会不会改变？就想啊，这顺时针，冷连风顺时针啊，所以冷风过境方向会不会改变？一样嘛，这个一样。锋面过境，对流旺盛，风速增强，一样。第三个，温度嘞，啊，我后面来的是冷气团哦，所以温度变成什么？这边就不一样了哦，上升了。本来冷气团被暖气团取代，温度上升了。来，最后一个。这个图里面，哦，这个图里面是谁先到？雨先到还是锋面先到？是不是雨先到？还锋面？所以它叫什么？风前降雨。而且它们还有一个分别哦，它弹起来这个坡度比较陡，这个坡度比较缓，坡度缓，它的云层会比较分散，所以这个雨下得起，但是一两天就下完。这个雨呢下得缓，会下好几天，会多好几天。这样这两个分别有没有问题 ？OK， 好，来咱来看，锋面有一种冷风、暖风，过来自流风。自流风就是两边势均力敌的时阵，僵持不下，就形成自流风。最后一个球部风，咱国中没讲，高中的地科才会讲。因为它是两道锋面去抬升一道锋面，关起来呀，所以它叫球部风。咩啊势均力敌，两个差不多，这个叫自流风。啊，伊图形是安尼，冷风这边，暖风这边，啊，这个自流风。其实冷风是尖的吼，暖风是圆的吼，这都好记的哈，因为寒风刺骨嘛，所以冷风是尖的嘛，啊，伊的图形是尖的。这个自流风因为势均力敌，所以它经常僵持不动，维持在上空。所以这自流风啊，拄啊伫咱台湾的顶头，一个形成咱所谓的梅雨季。会好几个礼拜，甚至连个月、整个月拢落袂停。哦，就是咱的锋面拄啊伫咱的上空，锋面伫对上空，伊拢会遐停足久，因为所以这叫自流风。咱台湾会拄着冷风含自流风，但是咱做少拄着暖风，叫暖风。像咱做少拄着暖风，暖风会伫纬度较缓的所在，像日本、韩国遐，日本、韩国，他们才会有暖风过境。我们台湾啊，几乎你气象都没有听过暖风，啊，只有冷风跟自流风。